学讲化疗的人。头摆有一个人按到阿福，佢唱晓笑，唔晓叫，大家都嫌佢戇古。阿福娘嘅戇呢？阿福本唔清楚，聽人講嘅係真嘅呢，也假嘅。有一日，阿福牽你爺出門，遇到一個老嘅，老嘅講：讓我牽啲娘爸錯到無法，唔先同你爺本愛，我來記住無法，夾再去同娘妹講。幾三人講到安靜，萬人會唔信。阿福同你爺交本老嘅，實實走轉去。佢看到阿爸後，太上後，還好啦，阿爸唔要救咧。等阿爸同事情沒清楚，就將設嚟自拋位嘅硬果噼里啪啦開上嗎？唔真見係你戇古，阿福唔啲騙人哋講化療騙咯，今日唔啲就去學會講化療，將做啲專戶卡。河把水向海流，阿福行前去，佢啲路巷遇到一個車嚟聽到阿福講，愛學講化療，冇見咩？佢拿出一袋布，講，也係一袋神布，請我對佢講，有鹽吃，就會變出好食嘅東西來。那日金子來問，當家。唔就好嘅會講化療。阿福糊糊塗塗拿金子往內布，按布頭，阿福到一件李幹家hen，李幹頭家講：檢房全飲了，就出馬蘭，行過冇好食呀哦。冇好食呀，冇要緊。阿福講定，拿出神布，還沒一上，有人吃，真見變出當到食咧。阿福搶頭家搶下啉酒生肉，阿福搶頭家搞佢講化療，頭家笑到都唔掉，頭家拿出一隻布袋嘢，講：我有一隻錢袋嘢。唔請我對定佢講，發，就會變出錢來，用神布換錢台嘅，講化療嘅道理就明白咧。阿福用神布換嚟錢台嘅，歡歡喜喜嘅離開。阿福喺上門後，遇到一個乞食嘅同佢討錢。阿福對定錢台嘅講：發！當陣變出一大袋嘅錢，阿福同錢送本乞食咧，韓本乞食咧，娘嘅講化療，乞食咧差一些咧，同牙齒小跌嘅，佢講：我有一雙七里橋，喺做嘅行一步就做得行七里，拿錢台嘢來揾。保證學會講化療。阿福啱頭把定長橋嘅行港前，上到嘅廣場當地嘅幾項武術比賽，萬人人嘅比賽就做得好公主。你個人頭家講，我變得出什唔睇嘅東西。其實你講，我變得出用唔睇嘅金幣。結果馬雞咩冇變出來，兩個毛腳絲同比賽咩都弄搞搞誒。國王見到棒條，太上險。來人啊，同日兩個小伙誒，來做一站頭。旋風係一陣風，原來係阿福做嘅七里橋，一鋪行七里。叫佢李幹頭家同乞食咧，佢兩三人看得到阿福，嚇到同神布還有錢台嘢
搭頭就走到米下寺。阿福來到一間教堂，佢請神父講話了。神父講：提升嘅教堂地位，做唔得講話了，留下來聽書好啦。阿福用寶物聽你當人。有一日，出嚟來到教堂，偷走寶物，佢做嘅七里香沙田通唔得，將兩山鋪腳就本警察嚟殺起來。警察嚟同出嚟殺進教堂，問阿福：呢條東西係你嘅好？呢三年偷你東西錯冇？東西係我嘅，唔過係我送佢嘅。警察嚟睇嘅。果不將同出嚟變走，等見出嚟一離開，出嚟就跪下來對阿福講：感謝你救我下一拜唔敢做壞事咧。阿福當聽講：哈哈，俺只說我總算學會講話了咧。